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共高。贪爱执着，名离欲尊，自心归一境。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一。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言归一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心即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善知识，即归依自三宝境，各个至心，无语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相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密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何名清净法身佛？是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是人性常浮游，如比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的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无我心狂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共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挚爱，是自归依。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己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
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杀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知本念，名为报身。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归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实自性佛。无有一无相送，若能支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颂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不知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缘来造，你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但向心中除罪缘，名自性中真忏悔。忽悟大成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五祖为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起，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觉一世修，若悟大成得见性，前功合掌至心求。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无千里，如常在无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一众闻法，迷不开悟，欢喜奉行。
六祖坛经宗宝，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漏读字、误读字、破音字、未变音字的字音，请先自行对照《大藏经》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等再版再更新之。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机缘第7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头村。人无知者，他本云：失去时至曹头村，住9月余。然师自言，不经30余日便至黄梅。此求道之切，其有逗留。作去时者非是，有如是流之略。礼遇深厚，之略有孤未泥，名无尽藏。常诵大念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未解说。你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亦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意？师曰：诸佛妙理，非观文字。尼经一之，便告理中得云：此事有道之事，宜请供养。有位宜作尽。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竟来瞻礼。时宝林谷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语，严师居之。俄城宝房，师住9月余日，又为恶党群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哀入石中得免。时今有师夫作息痕，及一不知闻。因名避难时，师亦无阻，怀会指旁，知住，遂行隐于2邑焉。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3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欲。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无若据说，穷劫不尽。听无记曰：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悟此法门，有汝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记赞曰：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僧法达，洪州人，7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师呵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运其何事耶？曰：念法华经已集3000部。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义，不以为胜，则与无邪行。汝今复此事业，都不知过。听无忌曰：离本折慢状，头西不至地，有我罪极生，王公服无比。师又曰：
汝名石磨。曰：法达。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汝今名法达，秦宋未修歇，空诵但群生，明心好菩萨。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答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答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闻诵念，岂知宗趣？师曰：吾不识文字，汝是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止。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知之见也。是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谓开佛之见。佛有觉也，分为四门。开觉之见，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之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甚勿错解经义，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以具之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之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闭光明，贪爱沉静，外缘内扰，甘受驱使，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谨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之见，无意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见。是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嫉妒，谄佞我慢，亲人害物，自开众生之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见。汝须念念开佛之见，勿开众生之见。开佛之见，即是出世；开众生之见，即是世间。汝若但牢牢执念，以为功课者，何以牦牛爱尾？答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犹计。
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背经转。听无忌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语意作仇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惧不记，常遇白牛车。达闻记，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以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起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明佛知之见，自非上根，未免一谤。又经说三车，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师曰：经义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依尽思共推，转加玄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闻名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真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复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节至节，手不释卷，从昼至夜，登佛地。吾今为汝说，必信永无迷。莫学持求者，终日说菩提。通再起曰：四智之意，可得闻乎？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敬告十方大德，经文内容立即更正，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持也。达蒙启发，越欢喜，以记，既因改成惑。赞曰：经诵3000部，曹溪一因改成俱亡。王破因念，未明出世止，凝歇泪，泪因改成生狂。羊鹿牛全射，初中后善扬。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师曰：汝今后方可明念经僧也。达从此领宣旨，亦不辍诵经。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1000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师求解其意。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
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无记曰：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吾今为汝说，地信永无迷。莫学实求者，终日说菩提。通在体曰：四智之意，可得闻乎？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记曰：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凡兴永处那加定，如上转时谓智也。教中云：转前50为成所作智，转第60为妙观察智，转第70为平等性智，转第80为大圆净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通顿悟性智，遂成记曰：三身原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容无碍，应物任随行，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经，妙智因知晓，终枉染污名。僧智常，信州贵溪人，调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3里。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曰：学人尽往洪州白峰山李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意，未觉狐疑，远来投礼。福望和尚慈悲指示。师曰：彼有何言句？汝是举看。曰：至常道彼，凡经3月，未蒙智慧，为法切故，依稀独入障事。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之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觉了。启和尚开示。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之，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计，不见依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依法守空之，还如太虚生闪电。此知见贴然心，错任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常闻记忆，心意豁然，乃述记曰：无端起之见，者想求菩提，
情存一念物，明月惜时迷。自性觉缘体，随照往千流。不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至长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师曰：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无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理谢之事，中师之事。僧智道，广州南海人也。请意曰：学人自出家，览念经10载有余，未明大义，愿和尚垂诲。师曰：汝何处未明？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寂灭未乐。于此疑惑。师曰：汝作魔生疑。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为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矣，寂灭未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体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灭之所尽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师曰：汝是世子，何其外道断常邪见，而亦对上乘法？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灭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直令生死，单着是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牵流，不知梦幻虚假，往受轮回，以常乐灭，番为苦相，终日持求。佛明此故，乃是灭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良，乃为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其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灭尽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回法。听无忌曰：
无上大孽，原名常继赵。凡余谓之死，外道直未断。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尽属情所系。62见本，妄立虚假名，何谓真实义？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以知五蕴法，即以蕴中我，外现众色相，一一因生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孽解。二边三际断，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结火烧海地，风谷山相击，真常寂灭乐，孽相如是。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汝勿随言解。许汝之少分，至道闻记大悟，越作礼而退。行思禅师，升济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习圣化，径来3里，遂问曰：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师曰：汝曾作石磨来。曰：圣地亦不畏。师曰：落何阶级？曰：圣地尚不畏，何阶级之有？师身弃之，令思守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吾令断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清源山，弘法少化，弘济禅师、怀让禅师，荆州杜氏子也。出夜嵩山安国师，安发之袍西3寇，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曰：嵩山。师曰：石磨物，任磨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正否？曰：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盘惹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诉说。一本无西天以下27字，让豁然体会。遂执事左右15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释大慧禅师，永嘉玄觉禅师，温州代世子，少习经论，经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聚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策云：威音王以前即得，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曰：愿仁者为我证据。策云：我言清，曹溪有6祖大师，4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邪行，决遂同策来3，绕师3匝，振膝而立，
诗曰：夫沙门者，去3000威仪，8万细行，道德自何方而来？生道我慢。诀曰：生死是道，无常迅速。诗曰：何不提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诗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诗曰：反太素乎？曰：本自非动，其有素耶？诗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诗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体有意耶？诗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诗曰：善哉，少留衣袖，实为衣袖绝。后者正道歌，盛行于世。曰无相大师，实称为真绝焉。禅者至黄，初三无祖，自谓以得正受。居常坐，积20年。师弟子玄策，游方至和硕。闻黄之名，造问云：汝在此作什么？黄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未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何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寒食之流，亦应得定。黄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无之心，